大家好，我係神田汽車阿昌啊！今日介紹呢部咩車呢？就係極氪嘅 7X 啊！我相信咧已經交緊車啦，喺條街度咧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咧都睇到啦。仲有咧，我都睇到好多其他音響鋪咧已經安裝緊音響啦。咁所以話咧，電車咧其實非常之多人去安裝音響，就唔好成日擔心破保，始終咧都係自己嘅享受嘅。咁仲有嚇，咁我陣間留意下我哋點樣如何無損安裝，仲有客人咧換咗啲咩喇叭，同埋裝咗啲乜嘢 Amplifier 同 DSP， 仲有佢21隻需要用幾多組，仲有啲喇叭嘅位置擺咗喺邊度，要成20幾隻喎。咁啦，而家咧就聽一聽歌啦，睇下我哋如何點樣去安裝，然之後咧我哋翻嚟先再講過，陣間見。將星光千轉輕輕掛在窗角，求令到夜會變得漫長。誰人才能夠？如何才能夠長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？一生都感到慶幸從此遇上，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。讓心中每份情，心裏真感覺，來編織一世的寄望。一絲絲溫柔墮進了醉鄉，感性的清風今宵真情流露不缺的唱。一絲絲溫柔墮進了醉鄉，親愛的，今晚夜請你靜吻這心窗。願擲下千束星光，將夢兒懸在你窗，溫暖這最美的晚上。願藉着一室花香，將未來甜蜜構想，將愛情鋪滿如詩的晚上。好啦，我相信大家都聽完啦，咁我講講啦，我裝嗰啲乜嘢啦，我係用上 BMF 嘅喇叭啦，就3分屏嘅喇叭，咁係我比較中意嘅品牌。咁仲有啦，咁佢咁新咧，點解臨時臨急咧可以開到啲木托啦？咁我哋即刻就掃描用 CNC 即刻開翻啲木托原裝位，就安裝翻落去啦。咁仲有見到我哋嘅專車專用線啦，去直接咧去卡舒曼嘅 DSP， 仲有點解卡舒曼隔離有隻 M 仔咧？其實就推動翻佢原裝嘅低音，我哋希望個能量強啲。咁如果咧將來咧可能我想升級一啲低音嘅時候咧，你只要換咗個低音咧就可以簡單咧就可以升級啦。咁仲有嚇，今次官網裏邊上面講咧就21隻喇叭，大家去留意下呢張圖片啊。原來咧司機位淨係司機位咧有2隻高音仔啦，咁仲有車頂非常之多喇叭，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啲圖片先。咁所以咧，咁我就入咗去個官網度睇啦，佢就話咧，原來咧就係由佢哋自我研發，咁不如直接啲講啦，即係國產音響系統啦。咁仲有話，佢成日都好強調多聲道21隻喇叭，然之後咧做一個環繞。大家試諗下，我哋聽緊嘅歌係咪環繞呢？我相信就唔係啦，所以令到個聲音咧非常之混濁，同埋有陣時大聲啲咧就好嘈嘅，因為咧根本就分配唔到嗰種感覺。咁而所以好多嘅客人咧都同我哋未嚟安裝之前咧都問咗我哋啦，或者我問佢你哋覺得咩感覺啊？佢話喂，好似好嘈吵啊，好似好混亂啊！咁所以咧，今次直接加 DSP 咧就控制佢。咁亦提啲車主啦，想準備去升級咧，亦都係個方案啦。可以先加咗 DSP 先處理，感受一下，然之後咧朝住自己嘅方向咧，用咩品味咧先去選擇其他嘅喇叭嘅。咁今次我呢個客人咧就因為聽完我哋嘅聽完我架車啦，因為我用咗 BMF 咧，然之後咧佢就話不如咁啦，我直接就上翻 BMF 嘅喇叭啦。咁啊，大家都睇到啦，其實喺其他嘅地方啊，或者香港咧，都見到好多咧。而家7X啱啱出啦，都見到好多地方都開始安裝緊啦。咁其實咧，裝電車嘅音響咧係簡單過以前嘅汽油車嘅嚇，其實係一部遙控車。咁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話破保啊點樣，我都直接講講啊。一架車價而家睇到啲電車，只要揸咗1-2年之後咧，分分鐘車價跌你一半嘅。不如咧直接用盡佢，直接去享受，就唔好話個車價因為佢好平，我唔享受啫。即係呢樣嘢係唔合邏輯嘅。享受同個車價應該要分開咗佢先，橫掂都要揸到佢盡啦。咁點解唔徹徹底底去享受呢？記住啦，電車唔改咧，真係好容易推落海啦。好啦，呢排會好多片出，記住留意關注我哋啊！嚟到呢一度咧，記得啦嚇，中意關於汽車音響嘅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撳埋隔離鐘仔，仲有關於汽車音響唔明白記得直接 WhatsApp 嚇，撳埋個鐘仔咧，最快嘅資訊俾你。因為下一條片咧要搏住出啊！
就係關於咧我哋點樣去香港比賽啦、評分啦，再去咗印尼啦，然之後咧在香港咧咁啊再睇下冇杯攞啦，我哋神田。咁好啦，因為好多片咧一路製作緊，我希望下條片咧盡快同大家見面啦。咁我而家喺努力就喺度剪緊片。咁好啦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所有觀眾聽完都拍爛手掌，攞個獎靚音響，個個識欣賞。神田係最強勁啊，人人要分享。夠晒專業，改完門便